之前講到關於麥拿倫今年俾人質疑犯規嘅輪胎控溫系統，都係希望利用條胎去增加部車嘅能力，證明咗輪胎絕對係成績嘅關鍵。所以今日就想講下關於 F1 輪胎嘅知識俾大家了解一下。喺每場 F1 賽事入面，都會用超過1200條胎，無論係為咗贏冠軍，定係淨係想快過隊友，輪胎都係所有嘢嘅基礎。先講下 Pirelli 點樣研究啲胎。喺米蘭地底4層深嘅地方，隱藏住 Pirelli 嘅秘密測試設施，專門用嚟不停測試同改良 F1 輪胎。當中有一部機器，仲可以模擬到一場完整嘅比賽賽程。而仲有另一個測試，就係測試條胎去到極限嘅情況。你睇轉得幾快，喺熒幕上睇落根本係靜止咁樣。呢啲都只係 Pirelli 每年為 F1 製造嘅4萬條輪胎入邊嘅一小部分。由2011年開始，佢哋就成為 F1 唯一指定嘅輪胎供應商。而喺2023年再同 F1 加簽到2027年 ，Pirelli 同 F1 嘅關係其實唔係由2011年先開始，早喺1950年第一場 F1 銀石大獎賽，佢哋已經喺度。喺米蘭總部入邊有個 Pirelli Foundation， 喺2008年成立，佢哋致力保存同展示公司嘅歷史。成個館有5個展區，收藏住由1872年公司成立開始一直以嚟嘅資料。連同最原始嘅橡膠研究圖書館都仲喺度，佢哋亦都保存住70萬張歷年嘅原始賽車相，包括好多 F1 啱啱成立嘅珍貴影像。其中最重要嘅資源之一，就係歷年輪胎嘅原始設計圖，直到今日仍然用嚟維修或者複製經典車款用嘅古董輪胎。好多古董車而家都仲需要用返舊款嘅輪胎，特別係要保留返原有嘅胎紋設計。雖然橡膠材料已經改良咗，但條胎嘅花紋設計就一定要原汁原味咁保留落嚟。咁呢啲胎紋係點樣整出嚟嘅呢？無論係複製版輪胎定係新開發嘅原型胎，第一步都係將條胎放上機器，慢慢轉動之後，用鐳射喺胎面上刻出花紋線條，之後就會拎去技師工作區，由技術人員用加熱咗嘅銅片用人手雕刻出啲刻痕。呢一銅片有唔同形狀同厚薄，可以精準咁刻每一條胎紋凹槽出嚟。而呢個技術同樣都會用嚟整排位賽 pole position 頒獎用嘅打卡 mini 胎，佢哋其實唔係印上去，係真係雕出嚟㗎。講到測試，有樣比較出人意表嘅係 Pirelli 竟然會測試輪胎嘅噪音表現。佢哋喺無音室，即係所有牆身、天花板都吸音，只有地下會反射聲音嘅房入邊做測試。透過10支麥去收集唔同胎紋喺唔同速度下產生嘅聲音，睇下聲音點樣響唔同方向反彈。雖然呢啲噪音測試主要係針對電動車而唔係賽車用，但都係一個幾有趣又少人講嘅測試範疇。而家就講下真正嘅輪胎功能測試。首先要講嘅係其中一部最關鍵嘅測試設備 Flat Track 測試機。呢部機嘅價值超過500萬歐羅，佢嘅功能係模擬世界上喺任何一條賽道上輪胎所面對嘅實際情況。喺 Pirelli 米蘭嘅室內測試部門，除咗 Flat Track 機之外，仲有唔同類型嘅設備，專門用嚟做耐用度測試、高速表現測試、暫波 Standing Wave 測試，以及針對疲勞同磨損嘅模擬實驗。呢啲測試目標其實簡單又直接，最緊要就一定係要確保輪胎嘅安全性。其次係每一款配方嘅表現要穩定可靠，最後就係要確保唔同配方之間有足夠嘅性能差距。例如唔同輪胎、軟、中、硬胎都要有唔同程度嘅磨損速度，先可以喺比賽入邊帶嚟多樣化嘅車隊戰術，增加比賽可觀性。雖然 Flat Track 主要係做乾地測試，但係作為成個輪胎開發流程嘅前期基礎環節，佢扮演住極為關鍵嘅角色。唔同賽道對輪胎嘅壓力都唔一樣，例如銀石呢類以高速彎道為主、地勢又平坦嘅賽道，會令輪胎邊緣產生大量熱能。但荷蘭 Zandvoort 呢種設有高傾角彎道嘅賽道，反而會令輪胎結構受到極大嘅 G 力衝擊。Flat Track 就會根據唔同賽道特性，重現出模擬場景，令技術人員可以觀察輪胎喺極端條件下嘅變化。測試嘅時候，輪胎會安裝喺一條同一標準粗糙度嘅滾動皮帶上面，模擬 F1 賽道嘅路面狀況，咁樣可以確保所有測試結果嘅一致性。呢部機能夠模擬唔同嘅物理參數，包括輪胎傾角 （camber angle）、轉向角 （steering angle）、上下負載同下壓力、彎道入邊嘅橫向抓地力、側滑角 （slip angle）， 甚至連輪胎內部同外部溫度變化都可以即時監測到。而喺每季開始之前， Pirelli 會先將所有模擬測試得出嘅數據提供俾所有 F1 車隊過目，但唔提供實體輪胎。
每隊車隊會有8個鐘時間使用測試平台去模擬賽車轉向嘅時候受力情況、橫向抓地表現以及輪胎磨損速度。呢啲資料對於車隊預測實際比賽表現，尤其係點樣避開轉向不足或者轉向過度，都提供咗極大嘅幫助。呢啲數據對於模擬側滑角力學事關重要，因為呢種力學會產生側向抓地力。工程師可以模擬下壓力同輪胎抓地力點樣對抗慣性，可以幫車隊減少轉向不足或者過度轉向，甚至延長輪胎喺比賽期間嘅壽命。當模擬完成之後，車隊就會收到嗰季嘅輪胎套裝，俾你喺測試日同拍攝日用。測試結果仲可以轉化為3維2力圖，用喺模擬器入邊繼續開發工作。以2022年為例，Pirelli 喺開發18寸新胎嗰陣，透過虛擬測試咗70款混合膠料，到實際測試就只係需要30款。咁樣不單止減少浪費，仲啱晒歐洲佬講嘅可持續發展。而家講下最極端嘅測試，高速測試平台。呢個測試會將條胎推到超過500 km/h 同攝氏100度以上，機器會用 LED 燈去追蹤輪胎喺高速旋轉下嘅狀態，所以喺畫面上會見到條胎好似冇喐咁，其實係以310 km/h 飛緊。佢哋會模擬極高下壓力，將高達100 kg 嘅壓力壓落條胎度，對住個滾動平台測試，目的係要揾出條胎真係爆煲嘅臨界點，而唔受路面粗糙度影響，從而準確知道係邊一個內部壓力位導致輪胎結構失效。平時喺比賽嘅時候，輪胎外表睇落好似冇問題，其實入邊好多層物料同結構喺壓力下可能已經開始分離。一旦內部崩潰，就代表條胎已經去到極限。而 Pirelli 每日大約會進行150種唔同測試，唔單止係為咗 F1，仲包括其他級別嘅賽車系列。雖然車手通常都中意條胎唔會衰退 degradation，但作為一項觀賞性運動，F1 本身就會要求 Pirelli 設計能夠令車隊戰術有變化嘅胎，例如想做到兩停策略等等。而 FIA 嘅首要考量當然係安全。Pirelli 定期都會同 FIA、FOM 同唔同車隊開會，去決定條胎需要具備啲咩特性。不過即使有幾多唔同意見，最終都只可以生產一款胎，所以一定要喺安全、性能、觀賞性三者之間揾一個平衡。而新物料創新方面，Pirelli 一直都致力研發嶄新配方同高性能聚合物。以2022年引入嘅18寸胎為例，佢哋當時就推出咗一套全新嘅橡膠化合物系列，標誌住喺配方研發上邁進一個新階段。呢批新膠料嘅研發方向非常明確，目的係減少輪胎過熱問題，加強對輪胎磨損之後速度下降嘅時候性能衰退嘅控制，同時亦希望提升每一圈圈速嘅穩定性。透過改良輪胎嘅內部結構同橡膠分子組成，Pirelli 可以更有效應對而家 F1 賽車越嚟越高嘅抓地力同埋下壓力需求，並同時又滿足 FIA 車隊以及車手對性能同埋可持續性嘅多重要求。呢啲創新唔單止提升咗輪胎整體表現，仲可以幫助車隊針對唔同賽道條件制定更加有彈性嘅戰術部署。雖然今集唔係 F1 最新戰況分析，但你都選擇撳入嚟睇，多謝你啊！如果你覺得今次嘅呢啲同 F1 相關嘅解說有用，亦都想知多啲 F1 背後嘅運作，記得留言話我知。Subscribe 埋我個 channel，下一條片見。